矽情谷聲音專欄，別拖拉到彼此關係徹底崩潰，難堪的回憶填滿一切，才懂得放手。作者李尊。有啲感情注定咗只能夠開花，唔能夠結果；有啲緣分注定咗只係短暫。若果兩個唔合適嘅人，終究係會要分開。只要問心無愧嘅付出過，好聚好散已經係最好嘅結局。所以即使心裏面唔捨得，亦都千萬唔好拖到彼此傷得入心入肺，關係極度難堪。將來恐懼嘅回憶多過甜蜜，先至捨得放手。老實講啊，當兩個人嘅關係去到彌留狀態，其實能唔能夠再走落去，係可以真切同埋準確感覺到，唔使一定要盲公診上身，自欺欺人。只係好多時候，我哋覺得碰上對方已經係畢生嘅幸運，覺得唔會再遇到第二個好似對方咁閃閃發亮同埋觸動心靈嘅人。所以就算係衝突同埋冷戰時間多於平靜，遇到問題嘅阻力大於前進，唔開心嘅深刻大過開心，不安感重於心安嘅感覺，我哋仍然會冷靜處理呢一切，只想用盡所有法寶，令到對方心軟落嚟，繼續留喺我哋嘅生活裏面。然而，假如你亦都係玩呢啲咁嘅死心眼，請你明白，其實你咁樣已經將所有嘅問題睇喺眼裏面，同埋埋喺心裏面，以為前面就能夠挽回一切。事實上，呢啲只係強行延長呢場以愛之名嘅互相折磨，令傷人嘅相處更加傷人，破裂嘅心更加破裂，崩壞嘅關係更加崩壞。喺呢種勉強嘅相處裏面，你會發現自己活喺死纏爛打、衝突、言語傷害、關係更差、再死纏爛打嘅死循環裏面。而且因為隨住衝突多咗，彼此嘅內心變得越嚟越敏感，後嚟越嚟越易造成更加大嘅傷害。其實你要知道啊，就算昔日你哋點樣係一對 perfect match 都好啦，當時間喺度變，人亦都喺度變，思想同心態都翻唔到去最初，就係翻唔到去。因此眼見人哋已經唔屬於自己世界嘅人，唔係你冇去磨合，而係真係唔適合。咁何必仲要事事扯到最盡呢？傷害自己又折磨對方啊！嚟到呢個年紀，你要了解真正嘅愛情唔係戀愛大過天，而係同合適嘅人以相處唔攰嘅方式生活落去。了解到有一種分開唔係你冇心擁有、滿不在乎，而係源於你在乎彼此間嘅感受同埋未來，所以先至分手，係要阻止呢個關係崩壞到無可救藥嘅地步。嗰時雖然你或者會懷念以前嘅一切，但係同時亦都接受一切已經改變嘅真相，明白上天俾你哋呢個距離一定係有佢嘅某種意義。即使仍然有愛，仍然掛住，仍然在乎，都唔一定勉強繼續喺埋一齊。矽情谷聲音專欄，文章作者李尊，香港嘅年輕網絡作家，目標係讓更多人懂得戀愛同自愛。循環一首歌曲，聽到要落淚，一樽酒精乾了半入睡，慘戚戚的感覺太累贅，遺言不不生花遮蓋了恐懼，有個你從回憶中死去，傷口瘡疤給你當玩具，留在過去，不堪追的也要追，停在哪裏，哪裏令你更空虛，你卻偏偏甘心寄居，
如無力挽回，要懂得放手。誓別了的人再不可擁有，仍能在往後日子學懂珍惜。念在愛你的，別叫他難受，為你已經失去了的福壽，難為父母親愛到命中僅有，無力讓光陰折返，別滔天內疚。離流悲哀之中可以叫浪漫，變了厭世無法不長慣，怎麼忍心觀看你腐爛？遺憾已晚，哭泣聲不夠壯膽。前事已過，你也別妄想推翻。從今開始不讓憾事循環，如無力挽回，要懂得放手。誓別了的人再不可擁有，仍能在往後日子學懂珍惜。念在愛你的，別叫他難受，為你已經失去了的福壽，難為父母親愛到命中僅有，無力讓光陰折返，便尋個出口。如能在過程裏尋另一種祝福，彎彎要笑納這段變幻人生，不會那樣痛，陪了太好，期待更好。誰人為愛情劃穿這對手，在劇痛之餘戒不掉哀愁。誰人被同情就想跳出窗口，剩到那秒鐘沒有想然後。若你覺得走到世間盡頭，時辰未夠，早拋下略朋